中山第3個第4代住宅陰陽與神藥物間終於出嚟啦！今日咧就大家一齊嚟睇一睇呢一個第4代住宅同以往嘅第4代住宅有咩唔一樣。好，我哋先嚟睇一睇119方嘅樣板房先。電梯間出嚟呢，就係一個大嘅入戶空間啦，做成一個入戶花園定係封咗佢做成一個功能房呢？後期想點搞就睇你自己啦。而家睇到嘅呢，就係膠標嚟噶啦，直接封好咗窗嘅客廳，用嘅都係3層中控玻璃啊，隔音係1流嘅。咁係咪真係話自己慳咗一個封窗嘅環節呢？咁每間房嘅大細呢，都係比較平均嘅，每個房嘅窗呢，都係好大，採光非常之好。裝修風格呢，整體都係比較大氣嘅。不過實話實說吓，廚房我個人認為呢係細咗啲嘅，出面做個生活陽台。好啦，輪到重頭戲嘅主人房啦，係咪一入嚟就覺得好光猛呢？主人房呢係帶一個陽台嘅，望出去嘅景觀同埋視野呢都係比較好嘅。御神嘅2個陽台佈局呢，確實係同之前嘅另外2個第4代住宅嘅佈局有啲唔一樣嘅。佢採用咗冇主陽台呢個概念，反而呢係將陽台放咗喺主人房同埋入戶空間嗰度。而且呢個119方呢係可以做到實用面積達到173方嘅喎。咁如果係你會點揀呢？